大家好，火炭星海堤岸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火炭站星海堤岸睇一個市場罕有、實用面積349尺嘅頂層特色連天台筍盤。呢個單位仲望到開揚嘅景觀，我哋而家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3座，實用面積349尺，單位位於屋苑嘅頂層，係特色單位。客廳外望一片開揚嘅景觀，除咗望到開揚嘅山景之外，遠望仲可以望到少少海景。客廳係長形嘅間隔，客飯廳分明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。喺呢個位置仲擺放咗一張4人餐台。由於呢一層比分層嘅樓底都仲要高，所以視覺上更加開揚。門口入嚟旁邊嘅位置訂做咗鞋櫃。廚房係開放式嘅間隔，附設名牌嘅 Miele 家電，雪櫃、洗衣機、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微波爐一應俱全。單位嘅睡房間隔方正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之外，仲可以擺放大衣櫃。有獨立嘅工作平台，洗手間喺房嘅入邊，係用企缸嘅，附設浴室寶。天台嘅面積有124尺，已經校好晒水電，附設燒烤焗爐。望出去係一片開揚嘅景觀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